近年歐美流行一款超級食物奇亞籽，其實佢係一款源自南美洲嘅欠歐鼠尾草種子。遇水發脹之後，好似青蛙蛋嘅佢，竟然係含高營養嘅減肥恩物。今次就請嚟營養師曾欣欣講解奇亞籽嘅好處。奇亞籽因為佢係高蛋白質同埋高纖維咧，就係呢兩個營養素咧係可以幫助纖體，因為佢呢兩個營養素令到持久肚飽更耐少少。一湯匙咧已經有大約4克嘅纖維，其實係多過1碗嘅燕麥片嘅。另外咧，奇亞籽有鈣質，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唔會諗住喺植物裏邊食到鈣質嘅。咁但係奇亞籽，譬如頭先你講話1湯匙咧已經有大約65嘅毫克，即係等於大約飲咗1/3杯奶咁多嘅鈣質。而呢款其貌不揚嘅小種子，內含嘅植物奧米加3可以幫助降膽固醇，對防止腦退化亦有功效。2010年嘅時候咧，喺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咧做過一個實驗，研究指出咧奇亞籽係可以降呢個壞嘅膽固醇 LDL 嘅。另外有其他嘅研究報告都發現咗奇亞籽係可以控制血糖，對幫助防止2型糖尿病嘅發展都有幫助嘅。奇亞籽發脹之後釋出嘅啫喱狀水溶性纖維，可以代替加工食品如膠粉，製作具高抗氧化功效嘅藍莓果醬。如果細粒咧就唔使切嘅，咁因為太大粒啦。咁我哋想慳時間啦，想5分鐘之內煮起呢個藍莓果子醬嘅話咧，就切咗佢就好啲，將大粒嗰啲。其實咧就想去啲水逼佢出嚟，咁當佢啲汁差唔多出晒咧，你就會見到係呢個紫紅色或者紫藍色㗎啦嘅一個漿狀。咁嗰一刻咧，我哋就可以加嗰個楓糖漿落去加甜啦。最後加入奇亞籽，冷藏2小時就得㗎啦。平人口淡淡想飲汽水嘅時候，亦都可以揀自己喜愛嘅水果，配奇亞籽製作排毒水。而最後營養師就提醒大家，奇亞籽因為大個細粒咧，就唔建議腸胃有做過手術人士食用嘅。而低血壓嘅人士亦都不宜食用㗎。